下你先來認識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聽定有冇？第一個警察局、警察局、警察局。第二個罰單、罰單、罰單。第三個車號、岔號、岔號。第四個申訴、申訴、申訴。第五個公家網站、公家網站、公家網站。第六個過期、過期、過期。第七個罰款、罰錢、罰錢。第八個成功、成功、成功。兩位係警察局交通處，你好。係是，我收到一種罰單，罰單當個上片嘅冊號係883，不過我嘅冊號係833，你哋冇誤錯嚟哦。係是哦，係罰單開唔錯，你做得迅速。我用辦迅速呢？你做得到公家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，挺方便。好，咁我兩種罰單我先納麼？我建議還係先納，因為罰單過期會罰錢。那係我迅速成功後，2錢會還本我麼？係成功，錢就會退還本你。了解咧，希望你。